Rayuwa TV. A film series of Lost in Our Love, coming soon from Rayuwa TV.转身之所以侧目，不是为景色停住，是他经过这条路，仿佛又看见了幸福。背影之所以孤独，不是为渲染日出，和他想念的幸福，摸得到温度。我忘不了他的微笑，强有力拥抱，靠在他肩膀，碰撞着我心跳。外面的感觉好像云上不到，是记忆托起天空。 Keep watching Rayuwa TV, you will see more. 所以侧目。对于我来讲，这样你才能够支持对我，这样我才能够放心。你6年了，好不想跟。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学习，听妈妈的话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自打你一进家门，爸爸就发现你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想想。Rayuwa TV, Rayuwa TV.